个啥呢？迄个吼，哦，来，遮即摆想到昨即个无补充着，即摆来今仔拄想着来补充互大家吼。咱来河神的幼虫吼，那伫迄细壳仔内底迄迄做细壳仔蛆有无？吼，咱咧讲就是迄个啥粪坑虫啊，哦，细壳仔虫有无？咱较早哦，我即摆想着，较早吼，若你问讲一个囡仔吼，足贱的吼，安尼前后车痴吼，贱到死无人讲，哼，安尼哦，无一时用啦。规分数亲像生，敢亲像吼钓屎壳仔虫共款，啥做钓屎壳仔虫？意思讲啊，你是身躯顶有屎壳仔虫伫啊伫车齿伫啊摇摇骚响，哦，所以较早若问囡仔讲哦，安尼吼，安尼那么调皮哦，那讲啊遐热有无吼？啊，迄个吼，你讲啊，无你是钓屎壳仔虫哦，啊，规分数是迄个啥，是有屎壳仔虫伫酸吼。啊，昨来即么才拄补充着，昨有讲着。迄个调皮哦，咱讲真热啦吼，真尖卖使吼，啊，较无适合讲哦，迄个高管。为虾米呢？哇，这真重要吼，因为咱的教典吼，把迄个高管的第二个词吼，讲解说做是调皮。我讲吼，我感觉教典伫迄个所在上好是讲较清楚的。高怪吼，甲调皮吼，其实是完全两回事。只是讲哦，伫某一种情况下，一个囡仔吼，他很难搞啊，他本身又很调皮啊，拄好这个囡仔个性又是又调皮又难搞，拄伊是有迄个搞怪的迄款啥，迄款迄个成分吼，迄款情况吼伫内底，但是这款情形吼，真正无适合将迄个搞怪吼，直接讲解说做调皮，安尼吼。安尼就会误会去，安尼就会误会去吼。所以咱一般来讲，一个小孩子很调皮，咱来讲啊真尖啦吼，甚至讲来讲真热吼啊。那要讲一个较怎有讲较深色的讲吼啊，真手情嘛会使讲我这个要手情囡仔吼，讲真手情吼啊，迄个手情吼，迄这个怎有讨论，我就直接讲，先讲一个囡仔真手情吼，伊伫讲的吼。迄大人，迄是徛伫大人的迄个立场来讲啦。啥叫做讲这个囡仔真手欠？意思吼，我即摆就直接讲哦吼，啊恁做参考，讲哦，好啊，你这个囡仔剪甲无通剪甲吼，迄个囡仔若当大人，拢就知影讲他们会手淫啦吼，就会拍手枪。所以是大人伫警惕囡仔讲，啊你算甲无通算，算甲连血也要算，吼算甲吼迄个哦去迄个啥。迄个吼拍手枪，其实大人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因为这个意思伫较早吼讲来是足平常，讲吼啊你莫遐手枪啊。那用咱这么迄个话语讲来讲，不要那么无聊了哈。啊，无聊到连这种事情哦，你意思就是大人伫经济囡仔讲啊，遐热，遐啥，遐吼，迄个算甲无物件通算吼。安尼叫做手情，我讲个真明啊啦吼，所以这个吼，某人讲吼，真手尖啦吼，也是迄个啥热潮吼，热潮，所以迄个你敢知？咱热潮定来，咱这么看热潮，我甲大家规矩我讲个清楚好啊。热潮你看这是毋是有些讲调皮作孽对无吼？啊，所以咱台语时会出现这个热潮。其实就是甲手情同款事啦，同款的啦。伊就是从迄个吼，迄个囡仔足无聊，迄个打手枪，伊甲动作是啥？讲你算甲无通算，吼，啊算甲伫算黑，啊，这款的吼，大人的迄个眼光看是，就讲哦，你是很调皮，你是在作孽，嘿，啊，迄个吼，迄作孽到迄连咧迄落啥吼，咱讲较直接，迄小丽啊，要甲迄落摕来算。其实伊是讲这啦，吼啊，因为这是这个台语语言吼，语言是对这个啥，讲实在，这是真正的生活经验吼，啊，迄个呢，所迄个产生的语词，啊，这款语词吼，我讲哦，有人专门甲写论文起来哦，真正，伊就是讲吼，台语里面哦，有关于迄个啥性，还是迄一些隐。会语吼的迄个吼，一款迄个啥通考，
恁家己去查迄个论文网吼，内底真正有人专门就是伫写这吼。啊，其实吼，若是对语言学来讲吼，这伫个世界各地吼，拢差不多加减啦，拢有一款情形吼。咱内底应该嘛有英语老师啊，我相信英语内底吼有关这个啥性的这部分的这个语词，绝对有啊。有无咱讲即讲的 FUCK 迄啊，迄嘛是啊，毋是甲咱台语迄共款。啊，莫讲甲遐远，华语内底嘛足侪即款的有关这方面的语词啊，吼，这有够侪，这大家应该是拢知，咱当面阁特别甲念出来嘛。所以，即只咱要看角度是啥？咱要看角度是讲，一个语词的形成，有可能就是伫咱的生活经验内底出现，发觉讲，这个语词甲摕来讲，吼，就会当真做吼，一个讲出来人就知影，吼。所以吼，这是昨昏有讲到这个啥，吼，讲到这个叫做手称，吼，啊，佫有讲到车齿，吼，啊，佫讲一个叫做牛头炭。这个牛头炭吼，较早的人定定咧讲，意思就是讲一个囡仔吼，足牛的，先讲都讲袂听吼，啊，也就是咱伫讲的华语讲哦，迄个很顽劣吼，很顽劣，讲不听吼，啊，这叫做牛头炭。